香港人唔係唔想 fit， 喺呢個城市根本冇動力俾你 fit。2026年3月4日，政府就住衛生署數據顯示，本港有超過一半成人屬於超重或者係肥胖，容易引致肥胖、中風及糖尿病。因為咁樣咧，推出咗首份嘅體重管理行動計劃，聯同多個政府部門透過中西醫協作，推動全港體重管理。我冇聽錯啊嘛？政府想幫我哋減肥？我真係冇聽錯啊嘛？大家好，歡迎嚟到漢堡 Talk乜 Show。開始之前咧，大家記得先訂閱咗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先。我哋會 keep 住每個星期咧都會有新片上載。另外，我哋會將唔同片嘅絕密收錄同額外分享放喺會員頻道。所以如果想睇嘅朋友仔咧，記得加入我哋嘅 KOF Gym YouTube 會員啦。去隔離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登記㗎啦。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份政府最新推出嘅體重管理行動計劃，同時講清楚我自己睇完之後嘅真實感受。正式講我點睇之前，我想先用最簡單嘅方法幫大家快速了解呢一份體重管理行動計劃本身其實係咩嚟嘅。簡單嚟講佢唔係一個單一嘅減肥工程，而係一個為期3年分階段推進嘅政府框架。第1年係要提高意識，重點係加強市民對體重管理嘅認知，等大家明白體重唔單止係關乎外形，而係同健康、飲食、運動同醫療都有關嘅。第2步係積極改變，即係希望市民唔只係知道，而係開始實際行動，同時令社會環境更有利呢個健康生活。第3步就係希望將體重管理慢慢變成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成份計劃嘅背後政府係用5大方針去推15個具體目標。第1大方針係強化健康教育，包括係提升市民對 BMI 腰圍、腰團比例等等指標嘅認識，推廣健康飲食、體育文化、醫療支援同正確體重管理知識嘅。第2大方針係營造有利體重管理嘅社會環境，例如係公共場所加設呢個體重量度設備，鼓勵市民善用體育設施，改善健康飲食環境，同埋推動社區健康促進活動嘅。第3大方針係強化醫療支援，包括係基層醫療、專科服務，以至係中西醫協作，希望令到體重管理唔再只係靠個人自己去摸索嘅。第4大方針係全生命週期健康促進，即係由嬰幼兒、學生、成年人到長者都有相應健康管理嘅方向。第5大方針就係持續監察香港人體重趨勢，透過人口健康調查同服務數據去評估計劃成效。綜合嚟講呢15個目標其實係圍繞住幾大範疇：教育、飲食、運動、醫療、公共環境、社區推廣、人生唔同階段介入，同埋數據監測。理論上可以話個框架同諗法係幾咁完整嘅，所以呢份嘢其實係唔差嘅，甚至方向上我都大致認同。但如果你問我夠唔夠貼地，我覺得真係未夠。而離地嘅地方係對於香港真正肥胖重災區人士，尤其係在職成年人嘅針對性係唔足夠嘅。大家俾少少耐性，同大概10分鐘嘅時間聽下就知點解我會咁講㗎啦。政府今次推出呢一份計劃表面上好似終於正視大眾肥胖嘅問題，睇落仲非常之全面。計劃由學校、醫療、社區、職場以及城市嘅設計一齊去入手，仲好貼心咁指出肥胖唔係單靠個人意志力，而係環境、社會、經濟、醫療支援交織出嚟嘅公共衛生問題。呢個角度其實我係認同嘅，因為政府竟然識得用收買人心嘅情緒價值講法去等各位嘅體重超標人士容易入口。至於文件本身都提到啦，呢個計劃係3年嘅框架，有5大方向、15個目標。第1年嘅主題叫做提高意識，而家仲會將1萬步嘅步行挑戰常規化。呢啲方向係幾好嘅，起碼比起以前淨係識得拍下廣告、出下海報，叫你健康生活，的確係有翻啲系統嘅。雖然文件講到政府係好明白肥胖係系統性問題，咁最後會點實行呢？其中一個最大嘅方案就係喺公共場所、體育館、公營醫療機構，甚至係職場擺多啲體重磅、捲尺，鼓勵市民磅重，養成自我監測嘅習慣。咁即係點啊？咁貼心，驚我冇磅唔知自己幾重啊？咁不如直接你送塊鏡俾我哋啊嘛！乜我哋而家更加需要嘅唔係一個做到健康生活嘅生存環境咩？你梗係可以話自我監測都係好有用嘅。係嘅，作為檢測工具我係完全唔反對嘅。但工具就唔係一個方法。你叫我哋每日上磅，唔代表係我哋有時間煮飯啦，唔
唔代表咧佢哋夜收工之後咧仲有力去做運動，唔代表咧佢屋企附近咧又有合適又方便嘅運動空間，更加唔代表佢睇住個體重數字同 BMI 咧就會突然識得分自己減緊嘅係脂肪定係肌肉。呢度咧就要先講一個健身角度，成日俾政府式健康宣傳忽略嘅位啦。磅數管理咧係唔等於身體組成管理嘅 ，BMI 可以作為人口層面嘅篩查工具，但就唔係聖經。BMI 本身咧係分唔到你嘅重咧係因為脂肪多啊定係肌肉多嘅。所以如果咧政府將體重管理講到太似啊，人人睇住個數字跌就 OK 嘅話咧，就好容易啊令到市民以為瘦就係等於健康嘅，輕就等於進步。對成年人，尤其係中年人啊，坐成日嘅打工仔，肌肉量咧其實係非常之咁重要嘅。因為肌肉唔單止係關乎外形，仲關乎功能、胰島素敏感度、跌親嘅風險、活動能力同長遠代謝健康。香港如果真係想認真做體重管理咧，資源咧唔應該只係落喺磅重同埋宣傳嗰度嘅，仲應該更加積極落喺啲阻力訓練啊、肌力發展啊、社區健身教育同可以負擔嘅專業指導上。咁再講現實層面啦，雖然咧呢份文件咧寫得好理想，但係香港人咧唔係住喺文件入邊噶嘛，係住喺香港。香港15至84歲嘅人口咧，而家超重加肥胖嘅比例已經去到54.6%，而2023年仍然有97% 嘅人咧係食唔夠蔬果嘅。至於工作時數，2024年打工仔每星期工作時數嘅中位數係43.4個鐘頭。你試下代入一個真實香港打工仔，朝早趕返工，中午食飯得半個鐘，放工塞車，返到屋企攰到屙屎都冇力。樓下最方便最平係茶餐廳兩餸飯、便利店，然後你同佢講記得度下腰圍啊，記得行1萬步啊，記得建立呢個健康嘅習慣啊。方向係冇錯嘅，但真係唔夠咯。我再直接啲講，今次政府對學童、長者、社區層面咧做得好嘅地方，係學校本身咧就係非常之好啊嘅早期介入場景。長者咧亦都有公共健康價值，呢啲咧我唔反對嘅。但係如果咧你問我香港最難搞、最應該針對嘅係邊班人呢？我一定係答在職嘅成年人。因為學童咧通常仲有學校嘅活動啦、操場、父母管理，長者反而某程度上咧真係有時間參加社區中心、健康講座、晨運班，但最中間嗰班返工返到靈魂出竅嘅成年人，先係最容易變成冇時間、冇力、冇持續性、冇誘因，最後咧就係知道有問題，但係做唔到嘅嗰一班人。而今次一份計劃咧，針對呢班人最明顯可見嘅職場安排咧，竟然咧只係包括鼓勵啲工作空間咧申領呢個免費嘅體重磅。嗱，老實講啦，呢個做法咧就真係有少少似你見到個商場嘅地下有灘水，然後解決嘅方案咧就係叫人放個警告牌寫住小心地滑，咁就冇分別嘅。你唔叫人抹乾佢。更加可惜嘅係份文件本身咧，其實都引用咗國際經驗，列出咗更強嘅政策工具，例如含糖飲品稅啊、限制垃圾食品廣告同促銷啊、前置營養標籤，對優先群體提供財務誘因啊，增加呢個運動參與度。即係佢哋咧唔係唔知道世界上有啲咩做法係進行緊嘅喎，但香港今次揀出嚟實行嘅咧，多數都係比較溫和、比較唔得罪業界、比較係低政治成本嗰啲。前置標籤咧，香港而家都仍然係自願性，唔係強制性。講到糖稅咧，呢啲咧就更嚴厲嘅食物環境手段，今次都係見唔到佢想去推行嘅。咁你就會明點解我話佢方向啱，但執行上咧仍然都係太手軟腳軟啦。因為真正會改變肥胖環境嘅咧，好多時咧都唔係再教育多一個市民，而係咧直接去改變個市場價格標籤、促銷規則同城市嘅空間。去到呢度，我想講咧，大家最關心嗰個位咧就係體重管理獎勵機制嘅。我認為咧，今次政府最唔貼地嘅咧，就係佢冇好認真咁樣處理成年人知道要做但係做唔到嘅呢一個現實。而處理呢個現實獎勵機制，其實係一個咧可以正視嘅政策工具。國際上咧唔係冇例子嘅，新加坡嘅 Healthy 365同 National Steps Challenge，就係明確用步數活動同健康挑戰去換呢個 Health Points、E-Voucher 等等嘅獎勵啊！英國政府咧之前都試過用 Apps 去到俾人哋做步數啊、食多啲菜啊、改善生活習慣啊，然後咧可以用嚟換呢個 Gym Pass 折扣禮券嘅。研究上職場財務誘因對於提升成年人活動量，短期係有正面效果嘅。雖則話獎勵唔係萬靈丹，但最少佢哋承認一件事：人嘅動力咧係需要減低阻力，再加即時回報嘅。
尤其係對打工仔嚟講，叫佢放工去喐咧，本身就係同攰、時間、通勤、娛樂、壓力啊去對抗嘅。所以咧，如果你得個講字冇實際誠意咧，真係唔係好夠嘅。不過咧，我都要公道啲，唔係話你一講話派錢鼓勵做運動就一定成功嘅。英國嗰個試點計劃咧，結果亦提醒我哋，獎勵咧可以推動某一啲嘅健康行為，但唔代表一定換到明顯減重。長期習慣咧能唔能夠養成咧，仲係一個問號。所以如果香港要做，我唔會支持咧呢種例如全民派錢 join gym 就算咁天真嘅做法嘅。點解呢？第一係會非常之燒錢嘅，第二只係會令到咧本身已經肯做 gym 咧嗰班人受惠，即係我呢啲啊。第三啊，好容易變成公帑補貼消費，而唔係補貼咧由根本去改變嘅。真正可行嘅做法咧，應該係小額、即時、可驗證，針對高風險嘅人群。例如咧，經呢個基層嘅醫療或者係健康評估之後咧，針對超重、高風險、低收入、夜間、久坐工種，提供一段期限嘅健康活動券啊！你可以咧去呢啲認證嘅健身室啦、認證嘅教練啦、社區阻力訓練班啦、運動治療班，甚至係營養輔導嘅。條件咧唔係話你減到幾多 kg，而係你完成到個出席，達到咗一定嘅步數，做咗復檢，真係參與咗，咁樣會比起你瘦到幾多先有獎係更加科學，亦都係少啲壓力。至於健身界層面咧，資助多啲啊，我哋去推廣或者係等我哋同大家一齊低成本去教學就最正啦。大家都有得益啊嘛，但係呢個咧純屬係我個人一己私欲嘅想法嚟嘅啫。所以咧，如果大家想自己深入去了解下呢一份嘅體重管理行動計劃嘅詳細內容咧，我擺咗條 link 喺個 description box 嗰度，自己去睇下啦。最後，如果你問我呢個計劃值唔值得支持，我會答個方向係值得支持嘅，但係可以做得更加多咯。全民健康管理咧，由政府加大力度去推行咧，呢件事本身係天大嘅喜訊。但政策咧一定要更加貼地，因為咧唔係香港人唔想 fit， 而係個城市咧根本冇動力俾你去 fit 嘅。如果咧你一路睇到而家嘅話咧，我好多謝你嘅耐心啦。其實咧你而家咧爆得慢咧，就唔一定係你唔得，好多時咧只係一開始咧冇人同你啊避開一啲陷阱，白白咁錯過咗進步最快嗰段時間。所以如果你唔想再靠估，唔想再亂操又驚傷，我哋 KOF Gym 咧而家有個新手安全嘅訓練計劃啊，專為咧想安全操大隻、一步一步變強嘅新手而設。想知道自己適唔適合咧，你可以 DM 我哋 IG， 或者咧係 WhatsApp 呢個5870599848810150。我哋咧有免費諮詢同你傾清楚方向先。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記得 like、shar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KOF Gym。想睇得更加深入或者係絕密冇刪減嘅內容咧，可以加入 YouTube 嘅會員啦。記住咧，操得耐唔係等於操得啱，有方向咧先至行得遠。我係 Burger，下集再見。